嘉怡 Facebook 過千 like，一於一齊攞佢個 bite。好愛啊！一眾巴斯為近日因為盜火而爆紅，仲俾人封為新一代高登女神嘅嘉怡 BB 開咗一個 fans page 啊！喺短時間之內就已經達到1000個 like， 入邊啲料好豐富喎，有晒盜火新聞社嘅 cap 圖啦，有電台訪問啦，真係有關於佢嘅嘢都應有盡有。我哋見到大家都咁中意嘉怡 BB， 決定揾佢嚟一個突擊專訪，睇下佢究竟點睇呢個 page。你估佢又會有啲咩反應呢？第一條，嘉怡 BB 嘉怡 BB Facebook fans page 過千 like， 你有啲咩感受啊？好 surprise， 完全冇諗過係會有呢個迴響。第二條，有咩想同我哋講呢？我中意咗你。第三條，咁我哋抵唔抵錫先？頂！你仲要問？第四條，嚟緊我哋會再嚟搏咪，嘉怡 BB 你點睇？我預你一個 full page。第五條，可唔可以鼓勵下我哋小編呢？繼續努力啦！唔知嘉怡 BB 嘅回應，你又 like 唔 like 呢？嗬？